各位同學早晨，歡迎收睇香島電視台。潘橋啊，你知唔知學校近期有咩 WhatsApp 啊？你問我哋香島近嚟有咩新聞？梗係有啦，例如依家熒幕見到係5月3號舉辦嘅慈善宴咯。算你消息靈通啦！慈善宴係由學校德育組火拍社會服務團舉辦嘅，目的就係鼓勵同學多了解第三世界地區嘅糧食短缺問題。我仲知道今次活動所籌到嘅善款，撇除咗開支之外，已經全數撥捐去樂施會了。不如我哋聽下社會服務團團長5B 班黃婉晶同學當日嘅演講啊！Hello， 大家好，好開心見到大家出力咁支持呢個慈善宴。其實我哋社會服務團舉辦呢一次嘅慈善宴，係希望同學珍惜我哋身邊嘅事物，因為喺較落後嘅地方，真係連簡單嘅水都得來不易，亦唔會好似我哋有咁多唔同嘅資源去享用。以下我想用幾分鐘嘅時間講下貧窮嘅地方嘅人嘅生活。飢餓最大嘅成因唔係冇食物，係貧窮。飢餓喺非洲蔓延，令到好多小朋友營養不良。哇！開餐啊！我見到好多同學同老師參與喎。係啊，而佢哋當天嘅食物係由同學預備嘅，不如我哋探訪下佢哋個廚房咯。請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咧慷慨解囊，咁就多多支持今日我哋嘅善款可以多少少。我哋今日係會將啲錢捐去樂施會嘅，咁希望同學老師多多支持。見到呢位同學咁認真咁喺度準備飲品，令我聯想起 Starbucks 啊！唔止食物油上碟啦，到傳菜，全部都做足晒餐廳質素㗎。我哋嘅吳校長仲邀請咗幾位同學一齊同台食飯添，真係好親民㗎。聽講吳校長當日係要去校外公幹嘅，佢特登趕返嚟學校參加呢個宴會㗎，可見學校相當重視我哋同學校嘅活動嘅。各位善長仁翁仲可以一邊食一邊欣賞餘興表演添。連馮 Sir 同兩位吳 Sir 都話要支持下，高高一曲喎。令我再感到意外，讓我獻出同樣被愛，全面喝彩。如果今天將失去眼前的一切，剩低清風兩袖也不計，唯獨你一個是不可給取替，是我生命裏的一切。如早知今生跟你有幸可相愛，在當初應更努力為未來，其實我知道是可一不可再，下半生准我留住你，一直相愛。學校近排仲有咩活動啊？有，依家見到嘅就係由學生會舉辦嘅多人多足比賽，同學需要至少6個人一組，綁住雙腳。我知，跟住鬥快去到終點啊嘛。哇！呢位同學
行得相當整齊同快速喎。咦？呢一對中間嗰個同學係咪水上漂啊？隻腳都唔貼地嘅。鏡頭一轉，個氣氛咁正經嘅。冇錯，呢個亦都係由學生會籌辦嘅校政諮詢會。學校籌辦呢個活動嘅目的係俾學生以持份者嘅身份參與校政事務。我哋一齊嚟聽下佢哋嘅對話。開始呢個報告分析啦，咁我就係代表呢個課體設施嘅。咁喺呢個課體設施方面啦，其實呢個問卷都反映出其實大致上嘅同學咧都係滿意目前呢個班季嘅使用狀況嘅。咁喺5分為最高分嘅底下啦，咁其實呢項嘅平均得分咧都攞到3.14分嘅。有35% 嘅同學咧都係傾向喺滿意嗰邊啦。咁在於喺管理方式嗰度理想啦，但係受訪者咧其實有半數都反映咗其實班季有損壞嘅情況，2.7分嘅啫。可見其實評分係比較低嘅。咁可以見到學校嘅班季損壞嘅數量其實都傾向比較多嘅。所以我哋希望校方可以對損壞嘅班季咧就作出修理嘅。好，唔該呢位同學。咁我簡單講講班季嗰個情況啊。咁其實就班季咧由03年咧到而家咧就開放式嗰隻咧就已經係即係我剛才見到個文件咧，我諗主要圍繞爛嗰啲應該係呢個。咁不同學校咧應該計劃咧就新一年咧全校所有班季咧轉晒降季㗎啦。因為降季有個好處咧就係第一可以鎖。不過咧，我亦都有啲反建議，就有啲同學咧就好冇功德，將自己一啲靚仔相貼咗上去啊，將啲嘢咁變咗噴出嚟嘅時候咧，就嗰個班季嗰啲色咧就即係會有啲油啊，會甩。咁我諗如果大家同學互相鼓勵，即係如果既然學校信得過同學俾一個有 locker 降季嘅上鎖，可以擺自己一啲私隱嘅嘢，譬如啲高班可能高丁卡去咗第二班，如果你有個鎖咗佢之後，擺咗啲計數機啊，擺一啲重要嘢喺度啊，等等咧，開課室咧，咁就可能冷氣嘅問題。咁就學校我哋都投降，因為確實咧開著冷氣機嘅時候咧，一邊咧就可能會凍啲，一邊就唔凍。咁但係冷氣咧差唔多都係夠鐘。大家都好認真咁聽對方嘅意見喎。將呢批舊嘅冷氣咧係更新睇下個機會會還喺大家方面啊，老師姐冇。其實睇翻今日嘅播放節目已經完畢，多謝各位收睇，拜拜。